手的，如果歌手今天如果太多的话，可以切掉没关系。歌手如果太多杂讯的话，可以关掉没关系。除了主音，主音绝对不能关掉。来点背景音乐好了，低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很开心能够在今天的主日礼拜中与大家再次见面。来，先向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们打声招呼说：“你今天好吗？”你今天好吗？我很好。好吗？感谢神。我相信今天会是一个美好的一天。不过，在这2023年初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肯定会对过去一年来做回忆和反省。有些人认为去年就是场灾难，像是疫情导致了3级警戒，哪里都不能去；股票大跌，导致大家的资金都受到伤害了；然后通货膨胀，导致很多东西都涨价。还有我们的台湾的邻居，你看整天在空中飞来飞去的。但是呢，也有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与神产生更多亲密的连结，像是受洗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或者是委身教会参与服事和传福音，甚至还有人被找去念神学院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平安在此相聚。来，先让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 4章章7 7到到8 8节。是的，我们去年已经打那个2022年美好的以上已打完，也获得神给予我们的恩典。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为这新的一年来做祷告。现在天父，从那年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2022年这样子美好的一年，主啊，经过我们打的仗，我们征战中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也求你来带领我们在2023年有一个新的开始，主啊，求你为我们征战，为我们来得胜，主啊，前方的道路有你来与我们同行。亲爱的天父，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相聚在一起，并且在你的圣殿中向你说话。过去一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我知道这不是你的作为，乃是黑暗权势在任意妄为。虽然你允许这些困难、痛苦的事情发生，但我更相信你是要将这些苦难化作祝福。
来让我们更加走在你的道路上，与你有更多的亲密关系。亲爱的天父，2022年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完了，那路途也跑尽了。如今我相信你将继续保守我们在2023年有健康的身心灵来度过这一切，并且让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有你的保守与看顾，也带领我们走向你所安排的方向与旨意，直到你亲手交给我们那公义的冠冕。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现在我们来用诗歌敬拜赞美他，请弟兄姐妹们一同聆听天上来的声音。让我靠近你，越过高山低谷，深深被吸引，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让我拥抱你，无论狂风暴雨，深深地着迷，我要安静听你的声音，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也要寻求你，单单刻骨你，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胜过一切来荣耀你。I love you, I am missing you. 我的主，期待与你再相遇。Oh my。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呢？加拉太书2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哇！我们能够感受到保罗当时的呼召有多么的深刻吗？连活着的都不再是自己了，而是要学习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和榜样。因此，让我们为着自己、牧者、教会，是否也能以此态度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来一起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你的面前，我们向献上感谢。求你来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基督，让我们谦卑到你的面前来学习耶稣基督，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是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榜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赞美，赞美。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献上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他不单单流了宝血，
也留下了很多生命当中重要的品格与榜样，好让我们能够依靠他，学习他。为了不辱耶稣基督之名与他所住的圣殿，祈求你让我们有时刻警醒的心，并提升属灵的生命，来预备回应他给予我们的呼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也要寻求你，单单渴慕你。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胜过一切，来荣耀你。I love you, I missing you. 期待与你再相遇。Oh my。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启示录14章2节。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也要寻求你，单单渴慕你。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胜过一切，来荣耀你。I love相遇。Oh my Lord， 天父的爱，我永不止息，从天上来的声音。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皆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是啊，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爱主的人，是被他召的人，因此才在此时此刻相聚在一起。现在我邀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将手举高，并且同心合意的为今天的主日聚会礼拜来做祷告。现在天父，从我们来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祷告，说请你带领今天所有的主日，所有的过程，说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说求你圣灵降在这个会堂，说求你让听的，让牧师讲的，说都能领受到你的爱，说。
来领导你的真理，来传扬你的爱，求你带领我们，所有亲近的人，来敬拜，主，我们感谢主，谢谢天父，谢谢主，一直来保守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这群超越血缘的家人们，能够因着爱你的缘故相聚于此。我们每个人都有从你而来的恩赐，做各式各样的工，并让这万事都互相效力。祈求你，让我们今日的主日礼拜一切顺利，并且使我们能够充分领受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I love you. I am missing you. Oh, 我的主，期待与你再相遇。Oh my。大家喜爱听天上的声音吗？阿门。大家喜爱亲近神吗？从早晨到夜晚，我们天天亲近他，被他吸引，被他的爱吸引。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就是单单的聆听你的声音，亲近你。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转明我心底，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传给你听。从早晨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称颂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从早晨到夜
你美丽。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一生紧紧跟随你，所有荣耀，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
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还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亲爱主，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慈爱的天父，你的荣光充满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中，你的爱也临到渴慕寻求你的人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同心，在这个地方称谢、感谢、敬拜你。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也要恳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过年的期间，我们每一个人心境仍然在神你的保守，平静安稳，尊主为大。又因为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的主，我的上帝啊！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软弱的信心，在信心不足的时候，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让圣灵来再一次让我们得着圣灵的浇灌，充满在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让我们在富强教会成为一个大家庭。我们要在这个地方高举你的名，荣耀归给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今天早上降临，充满进入我们的心。感谢赞美，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9章1到19节 A。我们一起来念：扫罗继续用凶狠的口气恐吓主的门徒。大祭司要求发函给大马士革各犹太会堂，准许他收捕跟从主道路的人。在往大马士革去的途中，快到城里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着他。他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就问：“主啊，你是谁？”那声音回答：“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里去。有人会把你该做的事告诉你。”跟扫罗同行的人都站住，却不话来。他们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爬起来，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同行的人就拉着他的手，带他进大马士革城。他3天看不见，没有吃也没有喝。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他得了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主叫他：“亚拿尼亚。”他回答：“主啊，我在这里。”你立刻往直街去，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给他按手，使他恢复视觉。亚拿尼亚回答：“主啊，曾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残酷地迫害你的信徒。现在他到大马士革来，带着祭司长授给他的权，要拘捕所有敬拜你的人。”
主对他说：“你只管去吧，因为我拣选他来侍奉我，要他在外邦人、君王以及以色列人当中宣扬我的名，要亲自指示他，他必须为我的缘故遭受种种的苦难。”于是亚拿尼亚去了，他进了那家，按手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啊，在你到这里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亲自差我来，要使你再看得见，并且受圣灵充满。”立刻有鱼鳞似的东西从扫罗的眼睛掉下来，他的视觉又恢复了。于是他起来接受洗礼，吃过东西后，体力就恢复过来。今天诗歌献诗是由女诗班，要带领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要唱的诗歌是《主，我们感谢你》。献诗后由高伯恩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我们都来被上主光照”。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来到富强教会，跟大家一同敬拜我们的上帝。今天是大专主日台南中会所定的大专中心奉献主日
首先我要代表达人中心来向我们的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感谢，谢谢你们长期以来对我们达人中心的事工有非常非常多的支持，不仅是为我们奉献、为我们代祷，甚至还提供我们场地，让我们一个在前一年快要灭团的这个团契华裔团契能够在这里聚会。今年遭受到了一些新生，团契慢慢的正在复苏当中。我相信这当中一定有上帝许多的带领，还有弟兄姐妹许多的代祷，然后才会来成就。待会在我讲到结束之后，会有一段影片来介绍中心的这个事工，也会有一位华裔团契的学生，他来介绍他在华裔团契这学期参与的学习跟心得。因为他是第一次报告，算是第二次啦，早上有一次，这次算第二次，他会有一点紧张，到时候再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在讲到开始之前，我们先再一次来祷告。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一同到你的殿里面来聚集，让我们用歌声来彼此敬拜。主，我们知道，当我们同心合一敬拜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每一个人赞美你的容貌的那个面向里，再一次看见你的荣光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在我们的诗歌，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经历你的同在。我们也要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来光照，使我们获得力量，来面对我们生命、我们信仰的困境。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1到19节，这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它就是在描写使徒保罗，他还没有变成使徒之前叫做扫罗。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子跟复活的主来相遇，以至于他接受这个很神奇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既主观又客观的经验之后，他蒙召来成为一个使徒。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读，我们刚刚有一起读，不知道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事情？当我在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不自主的会想起我生命当中那一些被上帝触摸的经验，特别是想起我第一次在祷告里面，然后我祷告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哇，这个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虽然没有直接的回应我的祷告，不过他让我的心情变得很平静，他给我勇气能够去接纳我眼前面对的那一个失败，那一个看起来一个生命状况很糟糕的自己，让我能够重新再站立。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想起这样子的经验，我想或许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老实说，一个人的信仰历程，一个人的信仰生命的历程非常的长。有一些人，他如果是一出生就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可能是从0岁从0岁到80岁或90岁，都要走这个信仰的历程。或许一次的感动，这种一次的感动，它会不会慢慢的退去了？慢慢的退去了，这种感受很强的能力，它会不会在这个历程当中慢慢的消失了，以至于我们对上主、对信仰、对我们的教会生活，渐渐的进入一个不热也不冷的状态。这就是我在思考的，跟上主相遇的那种感受，那个强烈的感受，有没有可能会过期？有没有可能它像是有保存期限一样？比如说过了这个礼拜就过期了，之后我们就要再重新的在这个信仰的历程里面
茫茫的追寻，直到有一次好像是很好运这样子，上主又来亲近我了，我又被充满了，我又感受到了一些什么来被充电了。我想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保罗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他做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我们看保罗的生命，我们看他的书信来了解他，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意识到，他所有的神学的关怀，或是信仰的实践，都围绕在同一个原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他跟耶稣基督相遇的经验。我们今天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一起来探讨，透过保罗这个被光照的经验，透过亚拿尼亚来去扶持这个被光照的人，我们要再一次来看，再一次来一起听这一道亮光对我们追寻真理的那个态度所带出来的提醒是什么。我们要一起来听这道亮光对我们追寻真理的时候所发出的呼吁是什么。盼望我们就在这当中再一次的来被主光照，来恢复活力。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知道在耶稣升天之后，这个耶稣的运动它并没有马上消失。在第一世纪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群体，其实有很多弥赛亚的运动，那蛮多都是只要带领的这个领袖已经被抓了，或是已经死了，这个运动就渐渐会退潮，那个热度就会不见。但是耶稣运动不一样，因为在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后，这个运动反而更加的复苏。特别是在五旬节过后，我们可以看见圣灵降临在耶稣的门徒身上，很快的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一下子就有好几千个人又再一次来信主。不过与此同时，那一些反对以前耶稣的这个群体的势力呢，也一样在运作。这些势力是谁呢？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反对他的那一些祭司长，反对他的那一些法利赛人的宗教领袖。在这一些人的当中，其中有一个最热心的人，这个热心的人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读的主角扫罗。为何我会说扫罗他是迫害耶稣信徒最热心的人呢？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能够知道，当耶路撒冷的大压迫开始的时候，许多的信徒就散开来，他们往耶路撒冷的城外开始逃命。有一些人逃到犹太地区，有一些人逃到大马士革地区。大马士革其实是一个跟希腊外邦人交界的一个地方了哈。那我们看保罗，他在这里多么的一个狠啊哈！他并没有要放过这些人，他去见大祭司，因为当时的大祭司有权利，他们有宗教的自主权，可以来管理自己宗教的事务。他去见这些大祭司，跟他说：“请你给我一个函，给我一份公文，让我可以去到各个地方的，特别是大马士革的犹太会堂里面去，我要去搜捕那一些人，我要去搜捕那一些跟从耶稣道路的人。再来，他又说，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我都要把他押到耶路撒冷去。”其实保罗的意思非常的清楚，他就是要赶尽杀绝，他就是期待耶稣的跟随者最好一个都不剩，一个全部都消失。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看到了一个极大的反转。其实使徒行传的作者在这个书信之前为我们铺陈了很多次，告诉我们扫罗如何不可能会成为耶稣的仆人。他不断的在堆叠这个加重这个印象。但是到了第9章，一个奇妙的经历来了。经文说，快要到
大马士革的时候，保罗他经历了一个大光，大光照耀他，那他就匍匐在地。接着他又听到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迫害我？”扫罗就说：“主啊，你是什么人？”那个声音就回答他：“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扫罗。”弟兄姐妹，这个对扫罗而言，不在计划之内的偶然的事件，不只是对他很有影响力，老实说，对我们也非常有影响力。如果没有这一道光来去光照扫罗的话，我在想，初代教会的信徒或许真的会被他抓光光，因为他的决心是那么的强。再来，如果没有这道光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基督的福音，他会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去传到外邦人那里去，来发挥影响力。我们甚至也没有办法来读到扫罗的书信，认识在这些著作里面重要的神学思考。我们可以说，在大马士革路上的这道光，就是改变扫罗生命最要紧的那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改变其实相当的不简单。我们如果去书店我们进去里面看，你一定可以找到许多非常多教你要如何改变自己的书。因为我自己其实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想要调整，所以我最近就关注一些习惯怎么调整的书。我发现有一些书跟我说，只要21天，你坚持21天，你就能够戒掉一个习惯。那当然要天时地利人和。他说，你要先决定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接下来你要改变你的环境让你的诱惑因素减少，然后坚持21天。那有一些书跟我说，不是那么简单呢你如果想要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自我认同改变你的生命状态，你要坚持180天。哇，这个难度一下子拉得很高180天还是21天才有办法改变，才有办法戒除或者是建立一个习惯。但是在经文里面我们看扫罗，他的改变唯独靠一个重要的生命经验，就是在这个大光当中跟基督相遇的经验。我在想，扫罗他真的很特别，使徒当中只有他这样子被呼召，承接特别的任务，而且这道光照扫罗的大光，今天还持续因为他的见证来被传讲，来被讨论，继续延续。接着如此，这道光就继续使我们能够从那里面看见一些什么，听见一些什么，来跟耶稣基督来连接。首先，我们要一起看看这道光照保罗的经验，带给我们在奔走信仰路程上面的态度有什么样子的挑战。若我们从保罗的角度来切入，我们会发现这道光照保罗的经验，首先要我们去思考的就是在我们不断的追寻真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要学习怎么样子瓦解我们专断的眼光，还有跨越我们既定的框架。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这道光让扫罗变成了保罗，扫罗跟保罗是同一个人，可是他们看待事情的视角却完全的不同。扫罗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受拉比训练的人，他出生在很严格的拜在很严格的拉比的师傅的门下，所以他对这些半路出家的耶稣基督的追随者，这些没有读书的我们说俗人他看不起。他觉得那一些人怎么可能会说他拥有真理？然后突然莫名其妙冒出来一个人说自己是弥赛亚，他觉得这根本就是谬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跟保罗其实
一样对上帝热心，但是他们的差异就在于他们看事情的角度不同。扫罗非常的认同他自己的民族信仰，这使他发了很大的狠劲，他想要捍卫他的民族信仰的正统性，来把这一些奇奇怪怪的耶稣的追随者，他看作是异端的人，全部抓起来。但是这道光，这个经历完全反转了他，完全改变了他。这道光一照下去，让他知道，原来他的民族所苦苦在等候的那个弥赛亚，不是别人，真的是这一群凡夫俗子在传讲的那一个耶稣啊。扫罗的态度一直是在大马士革被耶稣光照之后才反转。他在经文里面这样说，他趴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什么人？”当他说“主啊，你是什么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意识到，他就已经确认，那个使他陷入这种神秘经历的那一位，不是别人，就是主。因为在他过去的生命经验里面，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只有主能够办得到。但是那一头的声音，回答他的声音，也让他大失所措。你们是保罗的话，应该也会吓一跳，因为那一道声音跟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弟兄姐妹，我想现在保罗他的头很大了，因为他的老师曾经也警告过他们，他的老师加马列曾经在使徒行传的5章告诉他们说，现在这件事情这个运动又再起来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我奉劝你们最好先不要管，因为如果是出于上帝的你挡也挡不住。如果你们再继续压迫他们的话，你们就是敌对上帝了。所以扫罗他自以为在做他信仰实践完全正确的事情，不过现在他理解了，他其实是在敌对上帝的那个人。在我们生命的信仰的历程当中，我想都会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会对我们自己的对信仰的知识，或是对服事的技能有所把握而感到自满。我想保罗或许正是在这个时期里面。我自己也有，我有一个时期非常的自满呢，那时候是血气方刚的这个大学青年。那因为我也是大专团契出身的希望我分享这个故事，你们不要对大专团契有不好的印象。大专团契会好好的训练，就是我们的学生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理解圣经在讲什么，然后去思考我们的处境要怎么跟圣经关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完全很棒就是了。那可是被我用的不好了因为当我拿到了一些工具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原来圣经这样读才是对的，原来这样做才是最棒的，所以我就变成一个比较自满的年轻人。当时候我们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底下也在写我的讲道片用他同一段经文，我在写我的讲道片。那更羞愧的是，在这个礼拜结束之后，我还会跑去跟牧师说：“牧师，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这个角度切入不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样去讲这样子。”想起来羞愧的是，因为我总是礼拜讲道的时候去，接着拍拍屁股就走人。我可能在这个程度上面，我看清我们家的牧师，但是当我成为一个服侍者，当我成为一个牧者之后，我发现我们家的牧师他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非常的委身，非常的用心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而我这个拍拍屁股就走人的年轻人，
根本没有资格对他有任何的不尊敬。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成熟了，我会觉得我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很糟糕。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样子的时期里面，我们或许会觉得自己已经能够掌握真理了，我们或许会觉得真理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当成是武器，来去修理那个谁，修理那个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我在想，这样子的信仰生活，这样子的生命历练，它当然会失去色彩，因为我们只会对我们身边的人一直很不满意，一直很生气。当然，在我们信仰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累积许多的信仰知识，来达到比较成熟的状态。我们可能会历练服事的技能，但是当上主的这道光照射下来的时候，如同它照射在保罗身上一样，照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被提醒，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抓住真理的全部，我们永远都只能够跟随真理的足迹来去行走。一个很重要的后现代的神学家约翰卡普托，他也是这样说：我们只能够跟着真理的足迹来去走。那个足迹是什么？那个足迹就好像是踏在沙子上的脚印，我们只看得到那个脚印在哪里，往哪一个方向走，我们看不到那个在踏沙的那个上帝。这是保罗的这个光照的经验给我们第一个提醒：我们在信仰的追寻的历程里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打破我们专断的眼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思考，我们是不是有既定的框架来反对福音了？因为保罗的生命正是这样。第二，我们从经文里面的另外一个主角亚拿尼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了这道光对我们追寻真理的第二个提醒。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里面跟保罗这种宣教英雄的这个设定这个角色的定位差很多了他顶多就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就是这边出现之后，他就很少再出现，或再也没有出现了。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信徒，唯一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是扫罗原本要抓的那种人，然后他完全符合条件，他就是扫罗要抓的那种人。当这一道映照在保罗身上的光，当这道光映照在保罗身上的同时，其实在城内也悄悄地映照在了亚拿尼亚的身上，并且替他带来了一场极度不简单的信心的考验。经文说，亚拿尼亚在祷告当中领受，他得去见一位在外面恶名昭彰，处处对基督徒不利的人。他不是没有挣扎，他在祷告里面也跟上帝说，跟耶稣说：“耶稣啊，这个人我听说他很，年轻人说他很母汤呢，他很不好，他就是要来抓我们的呢。你要我去见他吗？”这一场会面，他跟保罗的会面，除了在祷告当中的领受之外，没有其他的合约保证书能够保障他的安危。但是我想，这就是亚拿尼亚的不简单的地方。对不起，这个好像没有电了。好，感谢。这就是亚拿尼亚不简单的地方，因为信心对他来说，并非只是头脑理智上的事情。我们看到信心这个字眼，我们通常就会觉得就是相信，理智上的相信，不管怎样就是相信。但是其实信心不只是在这个层次上，对亚拿尼亚而言，那个信心是出自于他真正的全部交托。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在那个未知的旅程里面，
我们能够对上主的恩典、对上主的作为肯定，以至于我们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能够很安心、很平安，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被接住。这就是亚拿尼亚他的信心。透过亚拿尼亚，我们再一次来统整这一道光照的经验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挑战就是要我们对上主的旨意抱持开放，并且要以信心来跟随。保持开放的心态，还有跟打破专断的眼光，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在保罗、在亚拿尼亚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两面性，一个是打破他自己的专断的眼光，一个是保持一个是保持开放。但是唯有透过亚拿尼亚的行动，我们才会被提醒，应该说更加的被提醒。在我们踏上信仰的道路的时候，如果没有用信心来跟随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未来不敢先肯定上主的恩典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很难保持开放，我们也很难打破我们专断的眼光。接着我们要来一起听听看这个亮光的经验对我们追寻真理的时候所要发出的呼吁。下一页，谢谢。好，有了。这道亮光，所要发出的呼吁是什么呢？我们要从保罗他的状态来看见这个呼吁。保罗他被光照之后，他的眼睛是暂时看不见的。老实说，这样子的暂时看不见，正是显现出他生命真正的样貌。因为他确实被他自己专断的眼光给抵挡了，致使他没有办法，致使他好像眼睛是能够看到的，不过他却是瞎眼的。这道光上主的光，很像是医院里面的 X 光，对不对？他能够将保罗他原本的样貌是什么，真实的状态是什么，啪一拍，全部都展现了清楚。他显现出来的就是保罗的当时的状态，就是一个瞎眼的，因为他看不见那个真正的弥赛亚，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的感官被关掉了之后，他其他的感官的能量就会变得更加的灵敏。当保罗没有办法看见的时候，或许他的听觉就非常的发达。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合理的怀疑，保罗一直到这个时刻，才真正的愿意听，才真正的愿意听，或是真正的听到这个来自耶稣的声音。在他还拥有自己专断的眼光之前，在他的感官还没有被关掉之前，他或许是不愿意听，或许是他听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道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要呼吁我们。老实说，我们在上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在上主的面前，都应该要真真实实的来跟他交往。我们自己有什么样子的状态，我们的缺失是什么，上主他一清二楚。当他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或许才会从那个自欺的状态来脱离出来，我们才看得见。因为我们人其实很喜欢活在一个虚假的里面，我们不习惯被看得太透彻，我们习惯保有一点神秘感，我们不习惯去直接的面对我们生命最不想要去触碰的那一块。但是当上主的光照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非得要面对。这个状态或许让你会很不舒服，但是这个状态却要带领你进入真正的平安。在保罗被光照的这个的经验里面，我们也再一次被提醒。我们也再一次被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其实
不只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我们也连接于永恒。这样子的光，它其实在呼吁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真实的站在上主的面前，并且一起追寻永恒，也就是追寻上帝国的价值。因为这样子的态度，这样子比较好的做法，才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自己跟自己、自己跟别人真实的和平里面。当保罗他再次看见的时候，经文说，他的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了，然后他就可以看到了。这次他的看见是真正的看见，因为他看见弥赛亚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奔走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一开始我们在讨论，我们到底要怎么保持我们对上帝的感受的那样子的新鲜度。我想我们在追求的不是一个更强烈的感受，我们在追求的不是一个更神秘的经验，我们在追求的是不断的来被上主的光来光照。我们需要被上主的光不断来光照，以至于我们能够比较持平稳定的踏在我们的信仰路途上。保罗是这件事情上一个很棒的老师，我们看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呢？在保罗的书信，或是在保罗的宣教的历程当中，我们看他不断的在回溯他自己被上主摸着的那个经验。他不断的回溯，不断的讲，不断的在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个真实的感受非常重要。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这样做。我们的生命也应该不断的来回溯我们自己被上主摸着的这些经验。我们要不断的讲，不断的解释，再解释，以至于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认同这个经验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的真实，它是拿不掉的。接着，我们需要透过信仰反省来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信仰反省，真实的面对自己，其实也是真实的跟上主来团契。这样子的反省的能力，将能够使我们常常被上主的光来光照。我们在大安中心所做的事工，老实讲，每一次的聚会，我的心态都是这样，我都会觉得每一次的聚会是帮助学生能够在这里认识上帝，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是接下来，他们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后，他们回到教会之后，他们的生命怎么样？他们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有没有办法也自己透过信仰反省，来被上主的光来光照？被上主的光光照并不舒服，因为它会显现出我们生命真正的样貌。我刚刚说过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被看得那么透彻，我们都希望常有一点点隐私。但是透过保罗这一道光照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谁都躲不了上帝的映照。我们在上帝的映照面前，我们其实可以真实的做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很真实的在上帝的里面处理我们生命的议题。这一道光的照耀，其实要邀请我们再一次来踏上一段信心的旅程。或许我们会跟亚拿尼亚一样，去做我们理性判断上不会去做的事情一样，来去经历上主真实的同在。最后，我想要用保罗自己的话来当作总结。他在罗马书12章2节也这样说，他呼吁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能够查验何谓上帝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个更新以及变化，它不是指一次的更新、一次的变化，而是说不断的、一再再的、一次又一次的，
这就是我们在信仰旅程当中，在走的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保持活力最大的关键。我们一起来祷告。上主，我们再次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的光来映照我们，让我们所有的虚假都显现出来，让我们在与你的关系里面没有惧怕，能够袒露我们自己，能够去处理我们一直跨不过去的那一个生命的坎，能够依靠你，甚至能够与你拉扯，与你抗辩，与你一同踏上冒险的旅程。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的真实，以至于我们能够也真实的跟别人建立关系，让我们经历你的真实，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也真实以对，在社会里面也向每一个人真实以对。上主，你的爱就是要我们真实的做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自己那一直跨不过去的事。求你来帮助引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来祈求，阿们。接下来我们来播一段影片。于1956年，即将迈入70年的历史。机构关怀学校团契、教会与社会，透过学生工作者引导、支持，成为陪伴与培力的信仰教育平台。谢谢台南大专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后来发现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我去读书会，然后看书，跟大家交流，吸收到新的观点，然后和自己的生活去做连接。在南百团契也是和大家的互动，学到很多，认识各式各样的人，觉得有比往年的自己一步一步的进化跟成长。中心目前服务11所学校团契，触及近300位学生，并投入多位辅导陪伴。大专中心和学生做伙的时间，真正不过是短短4年，较长嘛，差不多10年好啊。总是这个时间是有限的，一个人改变的可能性却是无限的。特别当这个人是咧超找信仰的学生。就是因为阮知影时间有限，也知影咱斗阵的时间无多，咱更加应该把握每一个时刻来去实践牧养的意义。大专教给我的信仰是相信每一个小孩、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因此都有感受的能力，都有追寻真理的能力。我们在带绘本，不是我本身发出荣光，告诉他们什么才是对的，而是将发出荣光的上帝介绍给他们，盼望我们跟这一群小孩是互相学习的，盼望我们有一天能一起成为追寻真理道路上的伙伴。我们现在教养是为了有一天我们可以形成那个陪伴关系。也邀请会友成为大专学生的陪伴者，可以用手机扫描奉献袋或特刊上的 QR code， 每个月100元或200元小额奉献，都将成为学生们很重要的支持。感谢所有关心大专宣教的伙伴，共同建造一个实践上帝国福音的群体。接下来请我们的学生来报告。大家平安。
我是来自中华医事科技大学的护理系学生田于欣。我是一个琉球人，然后会参加华医的团契是一个意外。我的母会琉球教会的牧师他妈妈叫我一定要填写一个表单，然后表单上面要我填写我来自哪一间教会，以及我就读了哪一间学校。一开始我没有很想要填写，我想说可能我自己到了台南，我再去参加，可能随便找一个教会去参加就好了。但是在牧师妈还有我阿嬷的强烈要求下，我还是填写了这个表单。到台南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忘记我有填过这个东西，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来自大专中心辅导的邀请我一起到富强教会来参加华医的团契。后来我就加入了。这半年来，我们一起查经，一起读绘本，还有看电影。我们会分享彼此对事件的看法，也会交流一些想法。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有针对忧郁症这个情绪来开一个专题讨论。一开始我们只是谈论自己对忧郁情绪的一个看法，后来大家都开始吐露出自己最忧郁的时期，以及是怎么解决这个情绪。最后辅导带我们看了2本绘本，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忧郁的一面，只是自己比较不会察觉深陷在这个忧郁情绪的当中，只会觉得可能今天有点不开心啊，然后情绪很负面。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都学习着如何察觉自己的负面情绪，并且去认识它、了解它、接纳它。在与大家谈论的期间，我发现自己很能够很自在的分享出一些过往很难过的一些经历，而且我发现大家都能够接纳这样子的我，并不会带着审视的眼光来看待我的过去。这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然后也是让我觉得华医团契很难得的地方。在华医团契，我觉得最开心、最舒服的事情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这1个礼拜的生活。我想这个团契已经成为我在台南的一个避风港，能够将自己不顺心的事情吐露出来，彼此关心，也能互相带到。华医小聚使我们一些离开故乡的人能够不离开主的怀抱。最后，我想要特别感谢富强教会提供我们一个舒适的场地，让我们能够一起聚会。也特别邀请大家继续关心我们大专的事工，为我们代祷跟奉献。谢谢大家。我们这一次谢谢高牧师以及他所带来的学生给我们非常好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在大专的事工当中。或许我们没办法实际做些什么，但我们对他们的祷告、对他们的奉献就是最大的一个支持。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愿圣灵再次光照我们，如同今天的讲题所说，让我们使主的光照，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而变化。我们一起起立来，一起来唱这一首的诗歌，也当作是我们对神的回应。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
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们一起为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件事情，今天特别是大专的主日，我们一起为了大专的事工来祷告。大专的事工不是只有在台南而已，是整个全台湾都有分布着许多大专中心。我们在做大专的事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求神祝福这些大专工作者，祝福每一个机构，也祝福当中的每一个学生，帮助他们，让他们在每一次团契的时候，圣灵也光照他们，调整改变他们的生命，也祝福这些工作者。我们也为了下一个礼拜，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有大学的学测，我们当中有一些学生，他们要面临这个重要的考试，我们一起为了他们祷告。我们也继续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新的一年，我们有许多的事工要推动，有许多的特会，有许多的造就课程，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将这一切都献上给神，求神来带领，让我们的教会真的在上帝的带领当中继续的前行。我们也为了你所知道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他可能正在身心灵当中有软弱，身体有病痛，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求神祝福他们，求神的光也照亮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了面前，向你献上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啊，求你祝福在这个大专的当中，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的美意在这个其中。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看顾里面的时候，主，相信你的同在，谢谢你带领我们在我们前面的脚步，谢谢你看顾我们在我们的当中都有主你美好的慈爱帮助，谢谢你看顾我们在我们的同在。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同在，谢谢你是在我们的看顾。我们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啊，求你再一次这样的光照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也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好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依靠你。求主你的光来照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也得着更新改变的能力。主啊，我们特别为了大专中心来祷告。主啊，求你祝福每一间大专中心，祝福每一位工作者。求主你与他们同在，赏赐他们足够的力量，赏赐他们足够的智慧。当他们在计划、在陪伴这些学生的时候，祝福他们，让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带有果效的，让他们所带领的这些学生真的成为未来台湾一股改变的力量。也祝福这些学生，当他们在团契的时候，主啊，你让他们真实的与你相遇，让他们在团契当中更与主你更加的靠近，感受到主你真实的美好。主啊，你也祝福在下个礼拜有许多的考生，他们面临生命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场考试，求主你赏赐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当他们在面对这样重要的考试的时候，他们内心不胆怯，使他们所做的每一个答案都有主你亲自来带领他们，也祝福他们未来的脚步，不论他们到什么样的学校去，主啊，相信都有你最美好的旨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祝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新的一年开始有许多的事工要进行，求你赐下那个合一的灵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赐下那个感动灵在我们教会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朝着主你所预备的道路来前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一而且是充满彼此祝福的教会。主啊，我们也再一次将我们教会当中许多身心灵软弱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每一个内心当中的需要是什么，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求你来引导他们。当他们感到软弱无力的时候，主啊，求你再一次牵起他们的手，使他们感受到主你在他们生命当中同在那样子的美好，再次使他们的生命得着刚强，使他们的生命得着能力。主啊，求你的光也再次照耀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好让他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盼望，让他们的生命看见一个新的改变。求主你祝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再次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真的看见主你的光就照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来奉献。
请起立，我们唱奉献的诗歌。请坐。我们一起来念本月的金句，一起：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第4节。我们来报告，请大家看周报的第2页，下主日的服事同工，请大家留意。第4页，我们本会消息。首先，我们在今天感谢台南中会大专中心的高伯恩牧师以及中心里面的很棒的学生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做报告、请安跟问候，请我们大家用掌声再一次来谢谢中心所有的孩子跟牧师，谢谢你们带来很棒的分享。我们也继续为大专事工来祷告、来关心以及奉献。我们的牧师呢，今天到了博爱教会主持圣餐礼拜以及召开小会。第2点，我们在下礼拜日召开定期的小会，请小会员留意，以及要提出报告议案者，请留意这个时间。还有呢，我们在下星期主日礼拜当中，我们为着福信昌长老的女儿慈田姐妹返台显亲。那所以我们也在当中来举行小儿的洗礼请我们的教会兄姐们，若有小儿需要这样的洗礼或者是信仰告白的，请跟办公室报名。第3点，我们在2月5日的主日要邀请陈坤生牧师主持祷告培灵会陈牧师的这一次的培灵会，我们预计有3讲第1讲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而祈祷，还有第2是靠着圣灵的启示而祈祷，第3是靠着神的话语祈祷请我们大家留意这样的时间，也预备心来参加。第4点，财务部的报告我们将进行年度的会计簿册的提交检查，请各单位留意这样的一个送交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的时间。第2个，也请各位会友们兄姐留意我们的奉献袋的使用方式请持续使用1年份的固定奉献袋。第5点，我们将在2月19日举行和会请大家留意和会资料的缴交请在今天交给办公室。第6点，台南中会93届春季议会已经在上星期4在北门教会顺利的召开特别在当中，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的同工受差派以下是我们的夏牧师是大众传达部的部员，谢牧师是传道部的部员，曾瑞平牧师是教育部部员，陈满竹长老是中委长老暨财务部的部长，以及我们的刘俊志弟兄是财务部的部员，还有李伟执事是大专部的部员，刘启举院长是教社部的部员这些同工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也在这中会当中有非常多的服事，因为我们也一起来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有美好的服事。第7点是大桥教会在今天来我们的教会举行建堂首座的义卖请兄姐待会在离开之后可以到大厅的部分来为他们的这样子的义卖的活动来支持以及带祷。第8点是我们的教会的陈正成弟兄跟永清姐他们的第2个儿子义杰在
去年的12月18日，在香港完成了婚礼。他的妻子是郑永行小姐，是在香港的著名。愿上帝赐福这个新家庭，恩典满满。第9点，我们教会开始进行收集二手的衣物请若在春节打扫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堪用物品，我们可以在1月22日之前送来教会请暂时的把它集中在地下室，我们将送给布隆族的建山教会。那接下来是教会的门徒培育事工、各种研习会以及肢体的交通，分别在第5页、第6页和第7页以及第8页的奉献。请兄姐们自己来仔细的观看。接下来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在我们今天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参加聚会的新朋友？好，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有几件的补充的报告要跟大家来一起说明哦。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的秋雨执事已经有说明了，就是我们2月5号，就是农历过年后的那个礼拜天，我们要邀请陈坤生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来举行一个培灵会哦，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参与哦，因为他3场的时间所讲的题目都不一样哦，所以如果你时间上方便的话，你可以从早上的8点50分的第1堂的礼拜开始，然后参与第2堂，以及下午有一个训练哦，它算是一个代祷者的训练，也可以一起来参加。盼望在这样的特会当中，也帮助我们的灵命可以更加的更新。那另外就是在今年度开始哦，也是在过年之后的2月份，我们教会开始有门徒学校的课程，开始有门徒学校的课程，分为门徒学校1跟门徒学校2，那时间都会在礼拜天的早上9点钟，那大约9点钟到10点半的这个时段，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接受过门徒训练或者是装备课程的话，鼓励你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可以到办公室去报名，然后我们从2月份开始，我们就会陆续的开课，门徒学校1跟门徒学校2都会在2月5号的这个主日我们会开始来开课。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跟大家报告，是从2月1号，也是过年结束之后。上半年度我们教会会有一个查经班，那我们会查考的内容，我们会查腓立比书以及哥罗西书，那我们也会拍2个时段，一个在早上的10点钟，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就是在礼拜3的时间，所以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那同样，如果你要报名参加的，也是一样到我们1楼的办公室去做登记哦，那并且要写上你的可以参加的时段哦。盼望在这个新的1年开始我们看到这些活动多数都在上半年有陆续的进行。盼望在这个新的1年开始，我们就将我们的信仰根基扎稳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无论透过门训、透过查经班，或者是我们透过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牧区，都让我们可以享受在与上帝美好的关系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特别刚也有报告说，在1楼的地方有大桥教会来义卖所以大家也可以等一下礼拜结束到1楼的地方，可以去看看他们有制作了一些生鲜的食品，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支持他们的建堂的奉献。好，那以上的报告到这边，我们再把时间给我们的司会。颂荣，我的神，我的王啊，请起立。诗歌后，请高牧师为我们祝祷。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主的脸光照你们，使你们无所惧怕的站在他的面前。
用信心跟随他，打开你们的心胸，打破你们的专断，参与他奇异的带领，用行动、思想还有祷告，共同来祈求上帝国的降临。愿天父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圣灵加倍的感动在你们身上，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